继续来看抗议军公告年金改革的800壮士举办新册发表会，国民党的党主席吴敦义甲总统初选参选人郭台铭拢去参加。甲郭台铭问讲，若当选总统，敢会恢复18%？郭台铭无正面来回应。壮士加油！800壮士出回忆录。 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亲身出声，却对媒体报道讲，总统蔡英文家入位食饭的时，点名国民党拢想要开郭台铭的钱，真生气。蔡英文女士讲这些荒腔走板的话，有失一个国家元首的风格跟人格。我觉得蔡英文女士讲话越来越离谱了。 那吴敦义要揪军人票，国民党总统初选参选人郭台铭、张亚中嘛做伙来参加，两人本来跟他提车，就被请走，最后互因发言的时间，郭台铭表示讲就任后会拼经济，互因福利，要不过敢有包括恢复18%，伊无讲明。 所有的承诺都是画大饼，画大饼是没有用的，所以我相信我能够给各位军公教的所有的长辈们，只要赚足够的钱，我一定承诺优先呢把他们编入预算，包含18%。吴董，所以吴董，你说你比较会赚钱。 抢选票唔拿爱军人支持，国民党嘛拍算7月份要上凯达格兰大道反公投，发动大规模的抗争，继续为选举造势。